结果拄到歹年冬收成歹，必是要低失顿。有一个治国的贵族，号做康国，好心传这个排伫路边，通互腹肚枵的人来食。有一个枵饱饱的人，摕悬手打面遮咧，骹底鞋蹛土垂咧，懵懵写写偏来。看办势，这个人凡说是小可有出身的人，所以掠面是加见笑，个鞋破铁，也是腰甲骹无力，全哪找哪平。康国倒手旁食的，正手掠啉的，大话讲，食来食，食古早本地意思是地位悬的人，伫讲话进前，大声话一个，叫众人点点。了后，煞嘛有靠家靠狗的意思。看过拄话煞，这个人虽甲手下咧，目睭缀大蕊家人，讲你是咧靠狗也靠鸡呢？我就是卖点红苦，这两杯到这忝。探过都更加回失咧。如果这个人都卖点食，落尾煞夭死。站主听到这个代志，就讲卖啦，人若用苦的通走，人都回失咧啊，通食。这个故事就是讲，善车摇山的人嘛有因的尊严。咱人做好心做好代，拢嘛着爱家人的面子顾一个，唔通对人无礼无貌。就像讲路边有乞食共分，你若要互伊钱，嘛着爱好好啊藏落，绝对袂使用等的。虽讲有一句俗语讲，枵狗无少锤，枵人无少面皮。如果这绝对袂使食做咱糟蹋人的借口。